拜六伫咧高铁有一个查甫人，若上起酒痟，怎暝因囝拄潲，伊坐到汤圆站了后，佫真粗鲁，直接甲囡仔拖落车。铁路警察来扣劝嘛无效，落伙是依法实施保护管束，通报家庭暴力。桃园高铁站大厅食酒醉查甫人闹事，互警方压制。代志发生伫日暗时11点外，穿乌衫的查甫人疑似食酒了后，升伫列车顶悬，对囡仔生气，毋但对囡仔大声骂，佫诱囡仔向车厢连接的空间行。想未到站了后，佫出现情绪失控，警方赶紧来压制。曾经是高雄左营高铁搭回台北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人喝醉酒把车厢吐的都是。比较常遇到就是小孩尖叫啊，跑来跑去，其他还好，蛮舒适的，安全性都蛮好的。对拄起酒后闹事的代志，台湾高铁桃园站表示接到通报有旅客的冤家，经过站务人员甲铁路警察到场了解甲安答，后续交由铁路警察来处理。员警到场，该男情绪激动，警方劝阻无效，为预防当事人及他人生命身体之危害，对取实施保护管束。后续发现该男对家人有言行过激行为，警方依职权进行家暴通报。食酒醉闹事的姓叶的查甫人73年厝，铁路警察局表示，到场了后劝阻无效，依法保护管束，带转去情报分驻所，也进行家暴通报，维护公众甲家属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